是你的戀流，常在眼角中，笑語中滲透。香港暖流。時間嚟到早上嘅11:37啊，翻嚟我哋香港暖流節目時間，喺我旁邊嘅咧係圓圓玉小玉啊，係喺我旁邊係鄧添樂阿樂哥，好啦，咁啊翻嚟我哋嘅節目啦，亦都要公佈翻極速15秒邊個勝出嘅，勝出嘅咧就係馬先生，恭喜晒馬先生啊，得到我哋嘅超市現金禮券啊，跟哥都唔好氣餒啊，繼續參與我哋嘅遊戲環節啦。咁稍後咧會繼續會有埋嚟介紹翻嘅，亦都有3條嘅問題考下大家嘅，講多次電話號碼係1872312啊。係跟住落嚟介紹嘅呢個活動咧，新鮮滾熱辣啦，因為即將喺週末咧就會舉行噶啦，我都好想參與啊！請我哋嘉賓介紹下，埋嚟介紹翻。又見面啦！喺我哋身邊有我哋嘅老友記喺度啊，有來自中國香港體適能總會行政總監黃永森阿 Sam 喺度，又見面。喂，你哋好，你好，都係咁 fit 啦，每次都係咁高啦，係啦，唔會無端端有高咗嘅。今日咧，阿 Sam 上到嚟咧，其實係同我哋介紹一個奇趣家庭同樂日，講少少背景先啦。冇錯啊！奇趣家庭同樂日咧係我哋嘅一個嘅旗艦活動，咁啊項目咧係由咧香港賽馬會去捐助啦，咁啊成個項目嘅計劃名咧叫做賽馬會老友運動計劃體適能樂活奇緣嘅其中一個嘅社區參與嘅節目咯。點解咧取其名係奇趣咧？因為今次我哋預備咗好多咧新奇有趣嘅玩意，點樣帶動佢哋咧，鼓勵佢哋多做運動。奇嘅意思當然我哋好希望咧係有長者參與啦，但係我哋今次主題咧係希望能夠跨代嘅，意思咧我哋既歡迎長者朋友嚟，最好揾埋屋企年幼嘅孫仔孫女，甚至仔仔女女一家大細一齊咧享受一個美好嘅週末。即係呢個活動咧，老友記屋企人同埋小朋友都可以一齊參與嘅。冇錯啊，所以咧我哋都絞盡腦汁啊！即係節目非常之豐富，分咗唔同嘅區域啊，咁啊務求令到咧好多人覺得做運動咧，哇好辛苦喎，流到全身大汗。但係我哋咧希望就係話做運動其實都係一種遊戲，都係一種歡樂，而且好適合咧唔同年齡一齊去共融參與。係講少少阿 Sam 你觀察啊，咁啊你平時咧就教好多老友記啊一啲關於體適能嘅項目啦。其實近年嚟咧係咪真係大家不論任何嘅年齡階層都重視多咗做運動咧？冇錯啊，其實香港市民咧值得去稱讚，好關注自己嘅健康嘅，特別咧。健康生活其中一個好重要元素就係咧增加佢哋嘅體能活動量。咁啊，響應住世界衛生組織嘅呼籲啦，唔同年齡層有唔同嘅運動量嘅建議。咁喺小朋友我哋推廣就叫 MVPA 60啦，即係每日要有60分鐘中等至劇烈強度嘅活動。哇！每日60分鐘係啊，但係成年人咧。即係我哋啦，甚至我哋嘅哥哥姐姐，即係咧啲長者啦，其實講緊一個星期拉勻嚟計咧，累積到150分鐘就足夠㗎啦。哇，都夠嘅，好似都我諗緊。係我都諗緊自己有冇咧。大家都可以諗下喎，一個星期拉勻去計啊，你有冇150分鐘嘅運動量咧？咁啊，大家可以去到思考一下啦。咁啊，如果冇嘅話，今個星期咧嘅週末就係一個非常之好嘅時機啦，因為有奇趣家庭同樂日啊，亦都係旗艦活動之一啦。咁都要知喺邊度玩啦，係喺邊度舉行，時間日期交俾阿 Sam 又講講。今次我哋揀咗咧鑽石山嘅荷里活廣場。呢個地方咧非常之便利啦，咁啊地鐵站就到啦。咁我哋喺荷里活廣場嘅中庭，咁啊四方框咁樣好大嘅空間。咁我哋喺嗰處咧就分咗做咧3大嘅運動區域。咁啊呢3大嘅運動區域咧，其中一個區域我哋稱之為咧A 區一個嘅循環遊戲嘅區域啦。裏面我哋將咧喺健身室先有嘅一啲器材擺到喺商場中間。有器材玩啊，到時器材講緊一啲小器材，小器材，例如啲戰繩啊、
一啲嘅反應燈啊，又或者咧唔同嘅沙包啊、炮筒啊之類，咁我哋有專業嘅教練咧陪咧我哋嘅長者，甚至佢哋嘅孫仔孫女一齊去玩嘅。哇！聽到呢個都好吸引喎。咁啊 B 區仲吸引啦。係 B 區有啲咩玩咧？因為有咧迷宮嘅挑戰，咁我哋搭建咗一個真係迷宮。可能你企咗入去咧，都真係望唔到側跟發生咩事。因為可能佢都好高山，係啦，即係至少隻眼高過1米啦。係咁啊，另外咧，我哋亦都喺同區嚟講咧，我哋希望喺迷宮咧達成一啲嘅任務，係要合作㗎，唔係一個人喺個迷宮裏面迷失㗎。可能係團隊合作嘅要。啱啦，咁啊最好咧，如果咧爺爺嫲嫲帶埋孫仔孫女，咪可以同佢哋合作咯。咁啊，另外喺呢一個區咧，迷宮嘅區域，我哋亦都擺設一個 AI 智能嘅防跌系統喺裏面測試我哋長者嘅一啲嘅身體能力，睇下佢哋嘅嗰個跌倒嘅風險高唔高。最後喺 C 區咧，呢個我哋有一個都係近年幾特色嘅節目啦，我哋就叫做體感大激盪。咁啊，我哋有咧嚟自我哋利希慎基金捐助嘅一個項目裏面嘅服務團隊啊，我哋叫做 Smart 跨代虛擬運動計劃嘅服務團隊喺裏面咧，帶俾我哋咧搶包山、爬龍舟。不過係望住個熒光幕，好多好生動嘅動畫，好靚嘅。佢哋每人帶住一個智能裝置咧，跟住我哋教練嘅指示，就可以喺陸地上爬龍舟，喺陸地上搶包山。你試過未啊？係，同埋喺畫面睇到咧，佢好得意啊，因為咧係好似真係打機咁樣嘅，係大家喺電視旁邊啦，可以望到呢一張嘅相片啦。喺間中心入邊啦，見到有幾位嘅老友記坐咗喺度啊。咁啊，而屏幕上邊咧就有3座嘅包山嘅，係咪就係剛才阿 Sam 你所講到嘅呢個項目？係啊，其實咧佢哋咧每位長者或者參加者咧手都會揸住一個感應器，我哋將每一個動作都喺咧嗰個屏幕做一個回饋，咁變咗佢其實會睇到自己同顏色嘅一個嘅選手喺個包山上高去搶咯。咁啊，裡面要求嘅動作，我哋側跟會有工作人員，我哋嘅教練去俾到佢咧，知道我哋當時當刻要做啲咩動作咁嘅樣。係，同埋個投入感大好多啊！即係如果你叫老友記望住埲牆拎住條繩喺度喐，可能佢1分鐘就覺得好悶。但係而家望住個屏幕咧，爭好遠啦，甚至乎係可以投影出嚟添嘅。啱啊，可以分隊去競賽㗎。咁啊，我哋爬龍舟可能咧爺爺嫲嫲加埋其中一個孫仔孫女，就係一組咯。同隔離嗰個家庭又去競賽啊！係，同埋啱啱咧，阿 Sam 你講到好多運動啦。如果我係老友記，我會擔心會唔會好難嘅咧？會唔會好辛苦咧？但喺畫面上見到咧，其實可以有凳坐嘅喎，其實都可以調節嗰個難度係嘛都。我哋近年推廣體適能活動咧，好重視無障礙。所以咧，我好大膽咁講，我哋準備嘅節目咧，就算你係需要用輪椅代步，你需要用助行架去到咧去平日常生活嘅，嚟到今次我哋都可以玩，都參與其中。哇，聽落好吸引啊！唔同身體情況嘅老友記都可以一齊玩。冇錯啊，因為除咗我哋可以加凳之外咧，其實我哋咧好多嘅動作都可以咧有教練喺旁邊咧做啲調適咯。咁我哋今次咧其實咧每一日我哋都有成咧超過50人嘅工作團隊去服務。所以去到現場啊，除咗見到阿 Sam 之外啊，都會見到好多義工朋友去到幫手嘅。咁陣間翻到嚟咧，我哋會再去到了解一下究竟參加者係咪到時直接去到就可以參與嘅咧？除此之外，我相信大家都好想知道仲有啲咩玩嘅。一陣翻到嚟再請阿 Sam 講下。介紹翻最後一節嘅埋嚟介紹翻，有小旭有樂仔，亦都介紹下啦。有中國香港體適能總會行政總監黃永森阿 Sam 你好 ，Hello。係今日特別介紹嘅咧，就係奇趣家庭同樂日啊！喺今個星期6日荷里活廣場嘅中庭部分啊，就會設有3個區域啦 ，A 區、B 區、C 區，非常之歡迎咧跨代參與嘅老友記之外，年輕人小朋友同樣可以。即使可能你會話啦，我可能要坐輪椅喎，阿 Sam 話唔使擔心，今次咧係會貼
調節不同嘅難度，好希望大家都可以體驗到運動嘅樂趣嘅。喺呢個時間聽咗聽眾電話先啦嚇，有任女士喺電話旁邊，任女士你好。早晨啊，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有我哋兩位仲有阿 Sam 喺度嘅。咁早晨，早晨，交俾阿小玉去問你啦喎。哦好。奇趣家庭同樂日活動入面，邊一區有 AI 智能防跌測試體驗呢？ A 區循環遊戲， B 區迷宮挑戰， C 區體感大激鬥。係咪 A 啊？ A 循環遊戲係咪你嘅最後答案？我諗係咪啊？係咪 A 啊？任女士，你揀一個。你揀一個啊係咯 A、B、C， 你揀啦。係咪循環啊嘛？應該係咪？應該 A 啦係嘛？好 ，A 係咪你嘅最後答案？係嘅話就公布答案咗啦。啊，好，咁我哋要公布答案啦。奇趣家庭同樂日活動當中，頭先講到啦，循環遊戲咧就會加入咗一啲健身室嘅一啲小器材喺當中啦。而 AI 智能防跌測試體驗咧，其實係喺B 區嘅。唔好意思啊，任女士未能夠成功答中，但係都歡迎你到時去 B 區嘅迷宮挑戰嗰度咧，去到試下呢個 AI 智能防跌嘅測試嘅。係咪都係留意到啦？佢哋跌倒嘅情況都多，最主要係邊一個位置嘅肌肉力量唔夠咧？根據你嘅即係一啲經驗。其實唔講唔知㗎，喺長者群體裏面咧，差唔多有成20% 嘅長者咧係會咧出現咧有跌倒嘅情況嘅。咁啊，頭先主持人去提到乜嘢嘅肌肉會導致咧？咁啊，其實最重要咧就係下肢嘅肌肉。其實咧佢唔夠力咧，我哋發現咧係會容易導致跌倒。腳軟啊，係啦，例如我哋膝蓋上高嘅嗰個股四頭肌啦、大髀肉啦，唔夠力量咧，其實咧我哋發現咧係同嗰個跌倒風險咧有好直接嘅關係嘅。咁所以我哋喺 AI 呢一個嘅智能防跌系統裏面咧，都揀選咗一啲臨床嘅測試，例如喺30秒坐企，佢咧做到幾多下啦？頭5下嘅嗰個用嘅時間係幾多啦？又或者佢哋個平衡能力啊，又或者佢哋咧嗰個嘅身體咧嗰個晃動，其實通通我哋用呢個智能系統咧去做咗一啲嘅一啲估算喺度。所以咧參加者當日去到嘅時候，可以玩下我哋呢一個嘅智能嘅防跌嘅一個嘅評估嘅系統，咁啊了解自己有幾高嘅風險啦。係啊，其實有唔少老友記都話我有做運動㗎喎，我日頭咧都出去散下步啊、晨下運啊，又或者我阿爸話佢食完飯都會企下㗎喎。其實係咪已經足夠嘅咧？定係點都要進行一啲體適能訓練係最好嘅咧？係啊，我都認識唔少長者，原來佢每日花好多時間喺公園嘅。係。但係佢花咗喺公園時間，唔代表佢做緊運動，又或者佢就算揈手揈腳，亦都唔代表嗰啲運動咧足以改善到佢嘅肌肉力量，改善到佢嘅神經肌肉系統，改善到佢嘅平衡力。所以咧，我哋講緊咧運動係要有針對性嘅，亦都係要去用心去學嘅。有陣時，如果要去鍛鍊肌肉，其實我哋訓練出嚟嘅一啲動作啊，又或者要做到幾攰先至有效咧，通通都係學問。平衡力究竟我哋要係靜態嘅平衡定係動態嘅平衡力？點樣去轉移重心？通通全部係可以咧去學。係同邊個學咧？所以要有專業嘅長者健體教練喺身旁去教你。唔知邊度揾咧？荷里活廣場係星期日去揾阿 Sam 問下就知啦。真啊，同埋我覺得阿 Sam 講得好好嘅咧，一個字啊，學啊。好多咧，我哋會覺得咧我識啦，我做咗㗎啦。但係其實咧，有好多細節咧，真係可能你經過教練教完你之後咧，事半功倍，咁好過你花咗好多嘅時間，原來冇效果㗎。你學識咗啦，分分鐘一半嘅時間，原來個效果係雙倍嘅。爭好遠嘅真係，同埋要數據，要好多嘢去到幫忙嘅。不過喺呢個時間，我哋咧都要繼續聽咗我哋嘅聽眾電話先，咁啊先至可以繼續留意下，仲有啲咩值得我哋去認識啊！喺呢個時間咧，聽埋黃先生嘅電話先。黃先生你好，早晨，早晨，呢一條問題咧交俾樂仔去問你啦。以下邊一種係奇趣家庭同樂日當中體感大激鬥嘅體驗項目？A 係跳繩， B 跑步機競賽， C 搶包山。黃先生揀邊個？ A 啊
A 跳繩係咪你嘅最後答案啊咁啊 B 啦， ？B 跑步機競賽係咪？係好，咁我哋要公布答案啦。下列哪種係奇趣家庭同樂日當中體感大激鬥區嘅體驗項目？頭先我哋喺相片度睇過嘅，正確答案其實就係 C 啊，係搶包山啊。雖然你估唔到真係可以搶到包山，但係事實係真係可以嘅。隔住個屏幕都坐喺度，同樣都可以感受到嘅。唔好意思啊，黃先生，咁啊下次再參與過啊。最後一條問題咧，我哋問埋阿嫻先，咁嘅跟住我哋一齊繼續睇下圖片啦。阿嫻你好，係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呢一條交俾小玉去問你啦。係奇趣家庭同樂日喺邊度舉行呢？ A 鑽石山， B 太古， C 銅鑼灣。鑽石山，鑽石山，一齊睇睇正確答案啊！正確答案就係冇錯啦，就係鑽石山嘅，恭喜晒你得到超市現金禮券，而時間就係今個星期六同埋星期日嘅。頭先喺圖片當中啊，睇到咧隔住個屏幕咧可以做到運動啦。其實啲畫面真係好靚嘅，因為即係打機咁樣嘅，係啊，感受到好有趣喎。同埋你發現咧係有我哋香港嘅特色嘅，即係有包山啊、龍舟啊，冇錯。有一個係朝住獅子山，係啊，行緊樓梯嘅喎。仲有一個係維多利亞港嘅渡海泳。不過今次嚟講咧，我哋擺喺商場咧，當日啊，我哋 random 我哋隨機係啦，搶包山同埋咧嗰個嘅爬龍舟咧，都係我哋咧主題嘅節目比較多啦。但係使唔使預先可能話旅遊記要登記咗先，咁去到就有得玩，抑或其實去到排隊就可以體驗嘅咧？今次活動咧，我相信咧排隊入去為主啦，但係亦都有咧一啲嘅朋友咧，真係透過我哋嘅官宣咧嚟到咧去做咗網上嘅登記。自然登記咗嘅朋友嚟到咪唔使排咁長龍咯。係咪過往其實你哋都喺同一個地方都舉辦個活動？因為喺呢一張圖片當中，正正就係荷里活廣場嚟啦。係啊，其實咧荷里活廣場咧係我哋一個好好嘅合作伙伴。佢除咗咧支持我哋今次嘅場地之外咧，其實佢嗰個嘅空間咧嘅運用咧，我哋覺得咧俾到我哋好大嘅靈活彈性。咁上幾次我哋主題係做幼兒嘅活動為主，今次我哋一轉就咧係做咧長者嘅體適能。但係長者之中，我哋會覺得希望社會係用一個跨代嘅概念嚟到去做我哋嘅長者嘅一啲嘅健康活動推廣。所以今次我哋嘅好歡迎小朋友、成年人甚至真係長者一齊去參與我哋呢個節目。係，同埋頭先喺圖片當中見到你哋有啲義工朋友咧，都係老友記啦。即係雖然花白嘅頭髮，但係佢哋踎喺地下咧都攰嘅喎，佢哋都 OK 喎。其實我哋亦都係好鼓勵咧，唔同年齡、唔同能力嘅人一樣可以做教練，一樣可以做我哋體適能嘅導師。所以喺我哋會內咧，唔止年輕力壯嘅教練，我哋更加有好多咧哥哥姐姐㗎啦，去到嘅年紀都一樣咧進修成為我哋一啲嘅工作人員咁嘅樣。係咁啊！今個星期六日咧就可以嚟你哋呢個同樂日啦。咁除此之外啦，其他嘅時間有老友記，佢哋真係唔單止今個週末啦，平日都想參與多啲體適能嘅活動啦。點樣可以了解你哋嘅資訊呢？可以上我哋嘅網站啦，我哋中國香港體適能總會。咁大家喺一啲嘅搜索嘅引擎咧，一打都已經出到我哋嘅網頁啦。另外更重要留意咧，其實我哋近年我哋都會同好多嘅非政府機構合作，去推動我呢個嘅賽馬會老友運動計劃，體適能樂活奇緣。唔排除你樓下嘅中心都有我哋咧嘅活動參與。如果冇嘅，你問一問你哋中心裏面嘅一啲嘅姑娘啊、職員啊，我想搶包山，叫佢哋快啲聯絡我哋。係，同埋咧，阿 Sam Sir 太易認啦，咁高，一去到現場就會認到你噶啦嚇。有興趣嘅話咧，大家記住留意日期同埋時間啦。再一次多謝晒阿 Sam 上嚟分享啊！多謝。陣間咧，我哋翻去電台部分再見啦，拜拜。拜拜。香港暖流嘅視像直播即將結束，稍後可以喺香港電台網上廣播站視像重溫。請繼續收聽 AM 783香港電台第5台香港暖流嘅電台直播。